各位新粉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新仔好生活，我係新仔，每日為你爆響口，睇通透。睇片之前記得先撳訂閱，多謝各位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Green 姐。娛樂圈嘅新聞真係一日都嫌長，劇情可以180度大轉彎，快到連我都追唔切。尋晚我哋仲響度食緊花生，睇緊游學修點樣用盡創意響網上追擊 ViuTV。估唔到一晚之後，佢竟然親自上演一出心情和解嘅戲碼，仲喊住感激對方。真係戲如人生，人生如戲。今日 Green 姐就同大家跟進呢單峰回路轉嘅事件，睇下游學修點樣由一個怒火戰士變翻做一個感恩嘅大男孩。首先，我哋極速重溫呢場風暴嘅事件始末，費事大家跟唔到嘅節奏。第一，導火線試完游學修出席 Tyson Yoshi 嘅活動，本身好地地，但響 ViuTV 嘅新聞報道入邊，佢竟然被消失，所有關於佢嘅鏡頭都被剪走晒，好似透明人咁。第二，全面開火，游學修一怒之下響社交平台發動創意攻擊，佢唔係淨係鬧，而係用改圖、留言、貼舊相，句句有骨，仲自嘲講乜都唔會上新聞，怨氣沖天。第三，神反轉就響尋晚2月2號，佢響直播中態度突然軟化，詳述當年獲 ViuTV 高層提攜嘅往事，更主動呼籲粉絲停火。Green 姐重點解讀直播入面嘅3個關鍵密碼。游學修尋晚個直播唔係普通咁講兩句算數啦，而係有鋪排有情感。等我同大家拆解下。第一，用動畫比喻為轉態鋪路。佢一開始咧竟然用進擊嘅巨人主角艾倫嚟咧比喻自己，話之前掙扎緊呢係咪要發動地鳴，即係大規模毀滅。哇！將自己嘅網絡反擊形容到好似世界大戰咁，但跟住就話暴力係唔正確㗎，已經暗示緊我唔玩啦，我收手啦。呢個開場好有佢作為創作人嘅風格，又俾足台階自己落。第二，搬出神秘嘉賓掃心聲，大打感恩牌。呢 part 好精彩，佢用黑畫面同變聲器扮一個叫阿 J 嘅神秘人，幫自己講心底話。重點唔係抱怨，而係長篇大論，多謝 ViuTV。佢話返自己2015年時只係個醜樣又亂成日失言嘅小朋友，係 ViuTV 響佢咩都冇嘅時候俾機會佢拍《瑪嘉烈與大衛綠豆》。講真呢，如果大家記性好呢，應該記得游學修其實某程度上都係 ViuTV 出身噶。當年 ViuTV 啱啱開台，好想揾啲新面孔，就大膽起用咗當時未係好紅嘅游學修做趙子龍。可以話 ViuTV 係佢演藝事業嘅一個重要起點，係佢嘅良家之一。如果冇當年 ViuTV 俾機會佢入屋，觀眾可能要遲好多先認識到呢位有才華嘅年輕人。跟住呢，佢好具體多謝兩位關鍵人物，一個係廚師楊尚友 Christian Yang， 當年介紹佢入 ViuTV 圈子；另一個呢，就係高層金先生、老先生，因為上面嘅推薦，兩位大佬決定直接開綠燈。俾冇任何作品集嘅游學修自編自導自演20集仇老爺爺，佢不斷強調呢一位前輩絕對冇任何需要俾機會我嘅情況下俾機會我，語氣真係好重。Green 姐聽到呢度都覺得，其實游學修雖然平時好串，但係心底裏係一個好念舊情嘅人。佢知道當年如果冇金先生、老先生，可能根本冇今日嘅事當真。佢同 ViuTV 嘅關係咧，其實係深過好多普通藝員合約嘅，係有一種知遇之恩響度啊。第三，呼籲停戰兼送大禮示好。講完一輪呢，佢用翻真身總結，直頭叫粉絲你哋唔好再鬧啦。如果真係錫我，就由佢啦。跟住咧，仲主動送份大禮俾 ViuTV 做和解禮物。佢話會去支持 Makerville 藝人呂爵安 Eden 嘅電影《金多寶》首映，到時會特登揸住 ViuTV 吉祥物3啤公仔俾記者影相，仲話希望盡快喺黃 Viu 嘅訪問度見到大家啊！呢招真係高招，俾足面對方之餘，又為自己製造翻個合作機會。網民反應兩極，由撐變愕然。呢個急轉彎，網民當然有唔同意見啦。一邊係成熟派，好多網民留言讚佢識時務、飲水思源，話佢咁樣處理先係真正嘅長大。佢詳細咁多謝當年提攜過佢嘅人，一念真情咁打動咗好多人，覺得佢係個重情義嘅人。另一邊係錯愕派，尤其是係之前幫佢衝鋒陷陣留言鬧 ViuTV 嘅粉絲，就覺得有啲戥佢唔抵同被擺上台。有人留言話花生都未食完就大結局，點解之前講到咁大鑊？一個電話就乜都唔同晒，覺得佢轉變太快，令之前支持佢嘅行動變得尷尬。Green 姐睇法，一場閃電式嘅情緒管理與現實計算。
睇完成件事，Green 姐覺得，與其話游學修單純跪低或者認輸，不如話佢喺極短時間內完成咗一次極速嘅情緒冷卻同現實評估。第一日咧被情緒牽住走，覺得不被尊重，用自己最擅長嘅網絡方式即時盡情咁反擊，好真性情，但亦好傷關係。第二三日，現實同回憶翻晒嚟，冷靜落嚟，身邊人嘅關心，前輩嘅來電，最重要係佢重新記起。認清大形勢，響香港娛樂圈機會同人脈太寶貴，一個有潛力嘅合作平台係咪真係要為一時之氣而打爛？何況 ViuTV 曾經係佢嘅伯樂，曾經響佢寂寂無名嗰陣俾過機會佢。佢嘅感恩未必係假，可能係被怒火暫時遮蓋嘅真心話。冷靜後重新浮面，揾一個最有體面嘅落台方式。佢冇選擇硬撐，亦冇正式道歉，而係選擇真誠感恩呢一個更高招嘅定位。呢個定位唔會損害自己尊嚴，反而塑造一個念舊重情嘅形象。再配合具體行動揸生啤去表達善意，俾對方同自己一個完美嘅下台階。所以話咧，單唔單止係娛樂新聞，更係一課好現實嘅處世之道。有時識得喺適當時候將尖銳嘅稜角收起嚟，用感恩嘅心去梳理翻自己混亂嘅情緒，遠比持續嘅對抗需要更大勇氣同智慧。游學修今次嘅急剎車，可能正正體現咗呢種現實世界嘅生存智慧。同埋 Green 姐想補充一點啦，其實游學修呢次發火，某程度上都反映咗佢對自己作品同付出嘅重視。佢唔係為咗個人出風頭，而係覺得自己明明有份參與，點解會被無視？呢種對於被尊重嘅渴望，對於一個創作人嚟講係好正常嘅。只不過佢選擇咗一種比較激烈嘅方式表達，之後又用一種更加成熟嘅方式去修補。事件似乎暫告一段落。至於游學修幾時真係可以喺黃 Viu 嘅訪問度見到大家，就要繼續觀察啦。不過經此一役，佢同 ViuTV 之間嘅心結，就算冇完全解開，至少都鬆咗個大結啦。好啦，今日 Green 姐同大家傾住咁多先，你覺得游學修今次嘅處理手法點樣？係成熟嘅表現，定係有啲核突？留言話俾我知你嘅睇法。記得撳個訂閱掣，俾個 like share 呢條片俾你身邊嘅朋友。我係 Green 姐，我哋下一條片見，拜拜，拜拜。好啦，單料就講到呢度。如果覺得新仔分析得唔錯，記得撳個 like、留言同埋分享出去。最緊要係訂閱新仔好生活頻道。你嘅每一個支持都係我哋最大動力，多謝晒。